收听1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倩牧师。大年初六，宏图大展。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的3章5到6节。新年长见识了吗？我们在新的一年，在今天农历大年初六，习俗中初六是接续初五，会用鞭炮或过年音乐来象征将这个晦气跟穷气，让我们变穷的这个气逐出门外，将一切不吉利的厄运通通叫它退散。所以初六呢，接续着就是一个开工大吉、百无禁忌的时刻。真的百无禁忌吗？很多时候在新的开始的时候，更是考验人的个性，考验人的脾气，考验人的见识，甚至考验人的气度的开始。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宣告以从神来的这个气息来代替使我们穷、使我们匮乏、使我们亏欠的气息。我们要宣告以从神来的喜乐来取代我们心中的怒气。当我们来信靠这位有见识的上主，他借着他美好的应许，要扩张我们生命，就如同耶稣被喜爱的那个身量，要扩张我们生命的身量，要扩张我们的气度，甚至要来深化我们的见识。如同今天箴言19章11节，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说，明智人不轻易发怒，不追究人的过失，便是美德。为什么我们特别今天要讲到见识，要讲到怒气呢？当然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啊。在以斯帖记的3章，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短短的，好像2个人发生的事情，但是2个人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变成2个族群，甚至整个国家因为这2个人而有不同的变化呢？在新的一年开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一切顺利，百无禁忌。真的是百无禁忌吗？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特别要注意，或是我们要节制自己的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哈曼这位被亚哈水鲁王兴起来当宰相的亚甲人，他知道末底改这位犹太人不肯向他跪拜，就非常愤怒我刚刚特别讲到他们的族群因为当他晓得末底改是犹太人的时候，新仇旧恨原来是2个人之间的冲突，整个演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他心里就暗暗决定，末底改你犯法，没有遵守王的命令来向我跪拜。于是他心里想，我要处罚末底改而已吗？没有，我要来处罚更多的人，跟他有关的人。会不会他不向我跪拜，其他犹太人就不向我跪拜了呢？很多时候在我们遇到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延伸的思考，甚至会有一种思考叫做灾难化的思考。我们把一件事情想得越来越坏，或许当时对方或是自己根本不是这个立基点跟出发点，可是因着对对方所做的是觉得是怀有恶意的，于是就不断的连做下去了。所以末底改呢，在这边呢，好像一个不可跪拜，可是对哈曼来说呢，他决定他不只要处罚末底改一个人，他还定了计划，要杀灭亚哈随鲁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这也太严重了吧？只是他不向你跪拜，有这么严重吗？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小小的一个点真的是会变得很严重而在那个被冒犯甚至发怒的背后，有的时候人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要生气到这个地步，可能是过往的经验，可能是过往那未知的恐惧，好像那个棉被被翻开来一点点，好像看到了里面长什么样子，就觉得里面全部都是长那样。哈曼的心我们不明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也不明白。然而上主深深明白，就像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
那个巨大冰山的我们的心，表面上露出那一点点的冰山，上面露出好像已经很大一块，可是其实里面更深，是更多，甚至是活在黑暗中没有被光照的。其实在今天的箴言这段话讲的真的是很有智慧，真的是智慧的言语。明智人不轻易发怒，不追究人的过失，便是美德。在另外一个版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人有见识或者是明智人，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在讲到，当一个人有洞察力的时候，他有洞察力表示他明白，表示他看见在这个事件他背后的这个脉络，他在这个事件背后这个人的心思意念。而这个怎么人会知道呢？当然人很多的时候很难知道，甚至我们知道也可能是误解。然而我们的上主他清楚的知道，当我们来投靠他，他以他的那个全知的观点来带领我们这有限的知道，可以连接着无限的知道，我们就更明白有许多的事情真的是要慢慢的听，慢慢的发怒。恳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特别在今天要开始开工，有许多美好的期待跟想象，在我们实际要实践的时候会有一些落差，会有一些需要继续的进步跟持续长见识的地方。恳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自己觉得容易被冒犯和发怒的那个背后，求主光照我们的心，先从认识主，然后认识我们自己开始，洞察那背后的需要。这样的需要在主里面，很多时候会带我们经历很多的恩典哦。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工大吉，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这个开工的时刻，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工了，可能有人今年才开始开工。在传统上，主啊，如果这是开工的时刻，帮助我们的心也被主来开启，是转向你，是向你敞开，是向真理来敞开，向主你的真光来敞开，让我们明白自己，让我们认识自己，也更认识你对我们在你创造中那美好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了解我们那情绪背后的原因，也更多让我们知道，在这原因里面，上主的带领更是超过这一切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安，以及我们因此而带来的那些情绪。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持续的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恩典，更是经历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甚至我们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动怒。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也愿上主他的爱，他的恩典来光照，来与你同在，让你的心在今年开工大吉就平静安稳。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